花莲警方接到报案，伫咧清水断崖下骹发现一个查甫人的尸体，身躯顶穿海军陆战队的便衫。警方伫咧落刀仔内面呢，佫找到一粒囡仔，真有可能是失踪要到1个月生放的老阿伯。为着要甲遗体救起来，花莲县消防局出动不少消防员，落海边仔严重的所在，甲遗体包起来，了后用器材车甲吊起来，过程是真辛苦。 民众报案，悬崖下有民众受困，那立即派遣核人分队及特搜大队共3车7人前往救援。到现场时，患者在100公尺的悬崖下，立即架设绳索将民众救出，但救出时民众已明显死亡。这个案件发生在24中道苏花公路台九顶线68.4公里的所在，下骹有民众掉伫遐，其实已经死亡。不过因为身份还无法度辨识，敢若知影伊迄当阵穿海军陆战队的 T-shirt。 这个人敢有想必军人的身份嘛，引起外界关注。初步检视尸体衣着黑色短袖上衣，手戴军绿色电子表，性别研判男性，因尸体严重腐烂，难以辨识死者年龄，已由警察局鉴识科采取指纹及相关基证。警方监视科伫遗体的衫仔内底找到一粒囡仔，那就是已经失踪要1个月73岁姓彭的老阿伯。据了解。 这个姓彭的阿伯长期住伫安养院，最近两骨开刀，家属伫今年2月都无法度联络到伊，因为死亡的原因也会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